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岂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弟兄姐妹，我们静下心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万有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向你祷告，求主圣灵今天更多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主你教导我们更加依赖你，带领我们有更美好的洞察力，看见你的运作方式，好让我们更深明白事情的真相不只在肉眼所见。今天让我们祷告能看见你的作为，并能放手，将我们的心向你的作为敞开。我们仰望你，追随你，我们存着感谢赞美的心，求主继续保守我们平安，看顾我们周遭的环境，在主里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今天所听的讲道，所领受神的话语，都能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接着诗歌敬拜，我们请敬拜小组。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是我生命的保障。我们邀请会众一同站立，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你是我的平安，怒涛中的平安，风雨中的宁静，忙碌中的安息。你是我的平安，怒涛中的平安，风雨中的宁静，忙碌中的安息。耶和华为你是神，洪水泛滥时你是神，坐着为王直到永远，直到永远。耶和华为你是神，洪水泛滥时你是神，平安的福赐给我们，赐给我们。你是我的平安，怒涛中的平安，风雨中的宁静，忙碌中的安息。你是我的平安，怒涛中的平安，风雨中的宁静，忙碌中的安息。耶和华为你是神，洪水泛滥时你是神，坐着为王直到永远，直到永远。耶和华为你是神，洪水泛
水泛滥时你是神，平安的福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再一次，耶和华为你是神，耶和华为你是神，洪水泛滥时你是神，坐着为王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直到永远。耶和华为你是神，洪水泛滥时你是神，平安的福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平安的福赐给我们，赐给我们。上帝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并不丢弃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涌流，在我敌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腹背满溢。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涌流，在我敌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腹背满溢。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你的爱不离不弃，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
命如江河涌流，在我敌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父辈满意。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的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你的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以赛亚书44章22节：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我听救主说道，你力量是微小，应当尽心祈祷，因我为你中保。我今确实知道，我今确实知道，为主全能浩大，马蜂可以接近，铁石心肠软化。他替我舍身，他替我舍身，罪债都还清，无数罪孽无悔心，他洗我白如雪。我无家燕山行，借此刻的救恩，为主所流宝血，能洗一切罪痕。他替我舍身，罪债都还清，无数罪孽无悔心，他洗我白如雪。将来我立主前，靠主圣洁完全，主赐我乃得胜，我口常用颂赞。他替我舍身，罪债都还清，无数罪孽无悔心，他洗我白如雪。他替我舍身，罪债都还清，无数罪孽无悔心，他洗我白如雪。他替我舍身，罪债都还清，无数罪孽无悔心，他洗我白如雪。他替我舍身，他替我舍身，罪债都还清，无数罪孽无悔心，他洗我白如雪。无数罪孽无悔心，他洗我白如雪。
我们仍旧站立，我们以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起因文，今天的起因文在诗篇27篇1到14节，诗篇27篇1到14节，在旧约559页。等一下由诗会来起，弟兄姐妹来印。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不要向我掩面。救我的上帝啊，不要丢掉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要等候耶和华。来，我们一起，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接下来公祷，我们为以下的事项来祷告。首先，我们为南美洲国家阿根廷来祷告，愿基督的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之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的信仰。
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南教区南宫布道所高以林牧师来祷告，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牧者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也为世界战乱之地求平安，求主止息中东俄乌战争的战火和冲突，愿和平与平安早日降临。愿主安慰各地受苦的人民，医治他们身心灵的伤痛，将主的平安与恩惠赐予他们。也求主赐福，并带领教会在新朋友的跟进行动中，满有智慧与恩典，为主做出美好的见证。接下来，我们一同用主教导的主导文来祷告，请。愿在天上的父，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圣道礼，我们那个经课，我们请汪怀宇弟兄为我们来攻读。今天经课有2处，第一处在旧约创世纪15章1到12节，还有17到18节。教会圣经第12页，第15章第1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的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嗣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迦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怎能知道必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3年的母牛，一只3年的母山羊，一只3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剖开、劈开，分成2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第17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一块肉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这是第一处经文。第二处经文在新约腓立比书3章17节到第4章第1节，在教会圣经218页。第17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着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屈服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的荣耀身体相似。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所亲爱的弟兄，你们当靠主站立得稳。以上是今天的经课。我们谢谢怀弟兄为我们攻读上帝的话语。接下来读经，今天的经文在民数记11章4到20节。民数记11章4到20节，在旧约140页。民数记11章4到20节，我来攻读这段经文。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这玛纳仿佛圆靴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纳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臼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纳也随着降下。摩西听见百姓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只抱到你岂是允许给他们子中的地去？我从那里得肉给这百姓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的百姓的长老和长官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在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也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吃肉。你们不只吃1天、2天、5天、10天、20天，要吃1个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饿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诗班，我们请诗班。
正道。今天正道题目是怨天尤人，只因不见真相。我们请潘慧珍潘传道。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再次又来到你们中间。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我2022年的暑假，我在这里实习2个月。那这2年多，不论我们在哪里，上帝都与我们同在，感谢主。那各位弟兄姐妹，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最近有抱怨吗？我想或多或少的人都会抱怨，但是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抱怨？知不知道我们会抱怨是因为看不清楚事实，导致我们常常不断的抱怨。有一个老太太呢，她多年来一直抱怨，因为她看到她对面的那个邻居，她家的洗的衣服都洗得很不干净，然后所以呢，她常常就说：“这个邻居真的非常的懒得不得了，他的洗的衣服脏到都是斑点，我真的很不敢相信，衣服怎么会洗成这个样子？是生活白痴吗？”所以她天天就都很不喜悦。有一天呢，老太太的朋友就来探望她。这个朋友呢，就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他看了一看呢，他就开始帮老太太拿起了抹布，然后把那个窗户擦干净。因为老太太又开始跟他一直抱怨对面的邻居衣服洗得不干净。然后呢，他把灰尘全部抹掉之后，他就说：“你看现在窗户干净了吗？衣服干净了吗？”原来是这个老太太自己家的玻璃脏了，而不是邻居的衣服脏了，是自己的玻璃脏了。所以今天看到的经文当中，有以色列中间的闲杂人和以色列人心中就像肮脏的玻璃一样是不干净的，导致他们看到的现实也是错误的。他们一直看不到发生在他们的恩典，所以他们才会抱怨连连。在我们看来经文之前呢，我们先来每日一字。刚才诗慧已经帮我们念过，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是原什么子？对，大家很厉害，元虽子。然后大家请跟我一起念一遍，元虽子。好，那我们再来一起念这段经文。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你看到黄色的比较大的，你就念慢一点，大声一点。好，请。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玛纳仿佛元虽子，又好像珍珠。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纳也随着降下。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责任加在我身上呢？”大家可能要问说：“这是第一次以色列出埃及的抱怨吗？”不是，早在以色列出埃及后，他们就对耶和华埋怨缺水饮用，没有肉吃。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以色列出埃及后，在旷野走了几天的时间，他们就开始抱怨3天，仅仅3天，他们就因为缺水的问题发怨言。所以他们脱离埃及愉快的记忆，在他们的脑海中是非常非常短暂的。然后离开西乃山之后，又发生了3个抱怨和叛逆的事件。首先在他贝拉，百姓开始发怨言，结果到了吉伯罗哈他瓦，
百姓埋怨没有肉吃，最后好了哈喜路，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挑战摩西的权威，这3件事都发生在西乃旷野到加低斯的途中。所以在民数记呢，我们今天的主要经文11章4到20节的上文，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是他贝拉的投诉，下文呢是哈喜路的毁谤。所以在上下文中有投诉和毁谤，中间又是一个哭嚎。所以呢，你显示埋怨是会传染的，由营边界的人开始，一直到营中的闲杂人，再到以色列人，最后到同为领袖的手足。埋怨的程度在传染的过程当中逐渐加深。那人为什么会怨天尤人，看不见真相呢？就是人会和不真实的过去做比较。经文一开始就指出以色列人当中有闲杂人，你知道这个闲杂人他们并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只是出埃及跟着以色列一起离开的，他们煽动那个繁杂的情绪去影响了以色列人。所以这里有讲到说，这些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这贪欲的心呢，就是同一个字根还有名词动词组成，就是强烈的渴求。他们非常非常想念在埃及吃不到不用花钱的鱼肉，他们也想念埃及的什么？大家刚念过应该忘记了5个东西：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对，这个都很像中国的食物，有没有？像我们每天常用的食物。但是旷野当中没有水，土壤不肥沃，哪里来的鱼啊？哪里来调味的食材？所以他们忘记了在埃及后期寄居为法老做牛做马的痛苦。当初摩西去见法老说，容以色列人离开吧。可是法老反而下令说，不准给以色列民草，还要做出相同数目的砖头，一点也不可减少。而且就是不给原料，你还要做出相同好的品质的砖头，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当时以色列民就跟法老说，受责打真的不是他们的错，但是法老同不同情他们？不同情，一点也不同情，反而指责以色列民是懒惰的，更严格要求他们做苦工。所以其实以色列民他们用了几百年的时间，经历了身体还有心理上的痛苦，怎么那么快就忘记了？这个像不像我们？好像哦，也好像我，就是上帝的恩典来了，很快我就忘记了。埃及的经历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而言，其实应该大部分会是痛苦的回忆，但他们在旷野时却变成美好的回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常常把不真实的经历和现在来做比较，导致我们很容易去回忆过去，引发无穷尽的抱怨。一旦抱怨发生，苦毒负面思想通通进来，心灵也被撒旦趁虚而入，我们从那刻起就看不到盼望的生活了。你会说以色列民也没那么坏嘛，他们就只有抱怨。但是为什么他们会大声抱怨呢？事实上，让不真实的过去跟看不见眼前的2个恩典有很大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看经文怎么说。以色列人将过去在埃及和在旷野的食谱做了比较，这些鱼和土产都跟水有关，但水在旷野是很缺乏的，所以呢，因为没有水，他们就形容自己心血枯竭，有喉咙干涸之意。吕正中译本呢，他译为胃管都枯干了；现在中文译本他译为没有力气了。所以总结来说，以色列民认为每天除了玛纳之外，以至于让他们饥饿到喉咙干涸，没有力气，胃里已经没有东西而缩小了。但你知道事实是什么吗？事实是不是他们没有东西是吃，是没有东西可以引起他们的食欲。
或许 KJV 的译法比较正确。心血枯竭指的是精神上或灵里的怨言。玛纳真的很难吃吗？在民数记11章7到9节，清楚的就指出玛纳的特性呢，不像以色列人投诉的那样，玛纳可能是西乃地区的苔藓啊、橡树或昆虫的分泌物。但是你要知道，只有神迹能使它们不断的稳定的出现，而且在安息日降下双份。所以是日用的饮食太可靠了吗？所以他们一点都不珍惜。而且以色列民怎么会只有玛纳吃呢？他们不是还有自己的牛、自己的羊吗？厌恶玛纳意味轻看神的公义，而向往埃及意味着离弃神的拯救。玛纳是显而易见的恩典，这个是他们第一个看不见的恩典。那第二个恩典在哪里呢？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在苏联时期呢，一个俄罗斯的犹太人在机场获得批准移民以色列。在当时来说，这个是非常罕见的情形。当这个人抵达了以色列的机场，就有记者跑去来访问他，一见到他就问说：你在俄罗斯的生活怎么样啊？这个人就回答什么呢？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那记者又问说：俄罗斯的居住条件怎么样啊？这个人又说：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那工作环境怎么样啊？这个人说：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记者就发怒了，他就问他说：如果你对俄罗斯的生活没有什么可抱怨的，那你为什么还要来以色列呢？这个人回答说：因为在以色列我可以抱怨。注意到了吗？可以抱怨的前提是上帝给了他们自由。当时以色列民怎么没想到他们一出埃及就获得无限大的自由呢？这个是第二个恩典，隐藏的恩典。但是他们只想到什么呢？想到埃及像在吃海港城，在旷野像吃阳春面。以色列民的哭声就像大型的示威游行，不让上帝听到也很难。所以呢，结果还会如之前的结局一样，耶和华照单全收吗？我们拭目以待。所以当我们不再注意自己所有的，而只注意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就会产生不满。因此当你发现你已经开始心生埋怨时候，麻烦你10个走指头拿出来，一一数算上帝给你的10个恩典，每数一个就收起一个。你发现你拥有的东西原来比你没有的还多，那时你应该向上帝高歌或欢呼一曲。所以人会怨天尤人，看不见真相，就会导致人不正确的控诉上帝。摩西呢，听见当时不仅是百姓抱怨，也包括领袖摩西耶。这可能吗？摩西经历神的恩典那么多，总是真实的遇见神，会吗？会。摩西听见以色列民都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目的是抗拒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实际上他们是抗拒耶和华的引领。耶和华怎么会不知道他们所想的呢？因此耶和华便大大的发怒。很奇怪的是，摩西居然生气了。摩西的反应会不会很奇怪？明明是耶和华在生百姓的气，可是摩西听到也很不开心。为什么？是摩西太保护百姓了吗？从后面的经文来看，似乎不是如此。那是什么心态呢？我想到我之前工作的时候，我是中阶主管，就是老板在我上面，员工在我下面。所以呢，我是作为老板和员工之间对话的桥梁。然后老板都对员工发脾气，我也会生气，因为我会觉得说，老板认为我没有把员工管好。即使老板跟我说他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已经将没有尽到管理的责任怪就在我自己的身上了。所以摩西也一样，当上帝发怒的时候，摩西也认为上帝在怪他未尽管理百姓之责，所以摩西在怪上帝耶，
以作为自我的保护。说真的，摩西哪来的胆子？但当时他也很不爽，也开始埋怨起来。摩西认为他已经承受了担负百姓的重任，这百病不是他一人能担得起的，这百姓也不是他所生养的，为什么要将那么重的担子放在他身上？他挑明着说，对百姓的抱怨没有任何解决方法，而这样的抱怨是摩西不相信上帝在掌管一切。摩西接下来说的话，如果我是上帝，我也会很不愿。他想要上帝认同他的观点。这段经文的结构是扇形结构，它就像汉堡的2个面包，然后夹住中间的汉堡肉。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最重要的字就是中间那2个粗体字。好，从扇形的结构里面呢，我们看到摩西首先给了上帝3个问号。你们可以看 SYZ， 你苦待我，我没有蒙受你恩，你把此等重任交给我。若摩西生于现代，会问的第4个问题是：有没有搞错？这也太夸张了吧！所以摩西随后说出了自己无法承受之重的肯定句，是什么呢？我独自担当不了，求你立时杀了我，我想眼不见为净。在旧约当中有什么经文？在旧约当中有什么经文呢？是与他相同的呢？约伯在痛苦的灾难中抱怨他的出生，在后悔中求死，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先知以利亚不愿意见着他的事工不如自己所预期的失败，所以他求死。这3个求死的人都是上帝重用的人，那么被上帝使用的器皿想求死，上帝说真的会不会翻白眼？所以这扇形的结构中心放在我去哪里拿肉给这些哭嚎的百姓吃？你觉得我有办法吗？摩西是一个责任心很重的人，虽然耶和华没有要将这重担摆在他肩头上，可是他自己整碗端过来，他就自己整碗端过来。所以随着摩西抱怨的程度越来越大，耶和华疼惜摩西，给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摩西也跟以色列人一样抱怨哦，但是呢，他做对了一件事，就是把忧患带到神那里去。虽然他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完全承担，他也知道神有多大的能力，但是摩西还是怀疑了。当我们也像摩西同样怀疑神的能力时，白天呢，我要请你看看你周围的创造物；晚上呢，我要请你看看，虽然现在光害很严重，但是你可以看到日月星辰。哪一件自然物不是上帝所创造的？他给他们应有的责任，但是没有要求他们做到最好。他也不会要你承担过重的重担，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独一无二的创造。他怎么样在混沌当中创造的亚当，他也在我们无法想象的奇妙当中创造了我们，创造了一个无法想象的你。所以上帝听到了摩西的抱怨，他给予摩西一个安心的结果。人会怨天尤人，以致看不见这项，这时神就会开始彰显他的能力和管教。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神会使摩西招聚这70个人，想必他们是在小事上极为忠心的人，可以肩负管理百姓的责任，所以叫摩西领他们到会幕前，表明领导的问题呢，要在主的相交中解决。我再讲一次，领导的问题要在主的相交中解决。而且分赐给摩西的灵，不是把摩西身上的灵给削弱了，就像是一把火点燃在其他的主心上，原来的火也持续的烧着。
所以上帝亲自降临与摩西说话，可见上帝极为重视摩西的感受，觉得摩西是遵守上帝话语的人，所以上帝带来的安慰给摩西。在诗篇25篇第10节就讲，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正符合这样的应许。那我们又来看呢，那以色列民上帝又怎么做呢？上帝向摩西说，以色列明天要洁净自己，因为明天可以吃肉了。好开心啊，以色列民有肉可以吃了。以色列百姓要吃肉嘛，所以上帝答应给他们肉吃。但是呢，对上帝来说，对埃及存有好感，肯定不是他所认同的，因为留恋埃及就是否定上帝的带领。既然他们厌弃了上帝，将埃及当作美好之地，不将上帝所要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当作应许之地，那上帝就要教导他们何为是非哦。所以给他们肉吃，不是只有吃1天2天，是吃1整个月。这怎么听起来怪怪的啊？一个东西怎么可以吃1整个月？没有错，上帝要管教他们，吃肉要吃到从鼻孔里喷出来，变成他们所厌恶的东西为止。这个厌恶呢，是指反胃、呕吐，这2个希伯来文是相呼应的动词。当他们否定埃及的历史，否定出来埃及的历史，肉就要从他们的鼻孔中出来。因为以色列民不单是想要吃肉，是因为厌弃了把他们从埃及地招出来的上帝，这才是主要的原因。由于百姓招致神的愤怒，意思就是他的鼻孔张开，百姓的鼻孔张开，所以肉发出来的恶臭会充满百姓的鼻子，这正是恰当的惩罚。我们一起来念诗篇第106篇15节，请。这句经文是不是值得我们反思？因此我们来总结，当我们怨天尤人，而使我们不见真相时，会让人不真实的和过去做比较。当我们怨天尤人而不见真相时，会导致人不正确的控诉上帝。当我们怨天尤人时，使我们不见真相时，这个问题会使神彰显他的能力和管教。抱怨除了会传染以外，抱怨的本质就是不信。以色列人对玛纳的看法是有偏差的，因此他们对上帝的看法也同样的抱有偏差。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当我们要抱怨时，请。我以前在教会实习的时候，以前有一个某教会的一个朋友，有一天突然赖我，他就说，他做这个职务真的很辛苦，老板怎么样的压榨他啊，同事怎么那样排挤他，对他刻薄。那他每遇到这种事，他就会接二连三不断的跟我抱怨。那时候我就有一天我就问他，就说，你可以想一想你的工作上有什么样的恩典吗？给你一些时间，我说你想3个就好。过了1天，他就说他想到了，就跟我说了在3件他在公司觉得很感恩的事情。那当天我又继续问他说，那你可以想想，你在这个公司里有什么你平常就已经存在，但是你没有注意到的恩典吗？他过了3天告诉我，他也想到了。开始用愉悦的口气讲述他以前没有发生的情况。等我们结束了这段谈话之后，我渐渐发现他的 LINE 还有 IG 还有 Facebook， 他抱怨的话越来越少。
很棒，他自己找到了上帝放在他身上显而易见的恩典和隐藏的恩典。他看清楚事实之后，就不再抱怨了。当我们受尽痛苦，想要哭嚎时，你要记得，上帝会向那些已经精疲力尽却遵行主话语的人施展大能。不好意思，但是却会管教那只专顾自己的需要而不断抱怨的人。不要忘记神的大能和掌权，任的环境都是他所允许的。那我们再念这一段，你想要抱怨时，请。好，相信你的盼望会重新燃起，你又有力气来面对环境。即使环境不曾改变，但你自己已经改变了。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用奇妙的手创造了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身上的恩典都有你独特的旨意。我们也感谢你在生活上赐给我们显而易见的恩典。求你让我们能面对想要抱怨之时，看得清楚事实的真相，而找出隐藏的恩典。愿主将我们一切的忧虑都能够带到你面前，相信你会亲自的安慰我们，并与我们同在。这样感谢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谢谢潘传道的传讲。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们不要怨天，也不要尤人，只要我们相信上帝的大能，那他的应许一定会在最美好的时间到来。回应诗歌，我们聚集在主前，在新灵粮食选46首，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唱4遍。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要做个奉献祷告，请诗献的同工到台前来。万有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
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上些许的金钱，作为荣光堂的事工使用，愿主悦纳。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有没有新朋友？没有哈。那我们来唱诗，我们成为家人。我们来唱2遍。第2遍的时候，大家彼此恩安，拱手。接下来教会消息，我们再次感谢潘辉生潘朝恩到来跟我们传讲，我们欢迎。我们请为
回真传道未来的服事来祷告。那下个礼拜主日，我们将邀请杨杰传道前来证道，也请为3月23日主日分享信息来祷告。那3月5号就是星期三，圣会日开始，教会进入40天的大斋期。我们邀请弟兄姐妹，若身体许可的话，除了主日以外，一天一餐进食方式，作为大斋期纪念至4月18星期五为止。教会将在4月18号星期五7点半举行受难日祷告，邀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参加。教会将在4月20号复活主日预备受洗及转入礼，有意愿受洗加入本会转入会及本会者，请向办公室来报名。教会成人主日学已经在3月9号开课，欢迎弟兄姐妹一同来入班来学习。雅各书、提多书在6楼大厅教室，路加福音在201教室。教会自由学院将在3月7号，就是星期一陆续开课，欢迎弟兄姐妹参加课程。想成为班级福音的班长也请来报名。开课期间，星期一、星期四跟星期五下午时段需要志工，相关讯息请洽噪音社区干事。教会律本门徒课程将在3月22号星期六9点半开始第一堂课，总共有9个月，请为门徒的学习来祷告。教会韩国旅游团将在3月31号到4月4号由少年弟兄道团出发。等一下主日后，请到201教室，少年弟兄会进行行前的说明，请弟兄姐妹在12点40准时与会。请为教会近日60周年主题成为祝福，充满希望来祷告，为教会有良好的信仰传承，进入新一季的盼望。6月22号主日上午举办堂庆，我们欢迎弟兄姐妹提供照片、文章、影片、贺词等等相关资料，作为教会文书手册使用。为教会复兴守望，我们邀请弟兄姐妹实体参加周四晚上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4到6月圣台插花认线表及国台主日崇拜服事人员轮值表经公告，请弟兄姐妹自行前往参阅。产业部门消息，教会梯间6楼到地下室照明已经更换为自动感应照明，不需要再开启楼梯照明开关，请弟兄姐妹知悉。以上报告，请牧师有没有要补充？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些补充哈。谢谢大家今天我们的回真传道隔了2年之后来我们这边做分享。他在这个时间是他中间的时间是有去到别的教会做实习，然后也有到印尼去刚好我们的印尼的师母在这边他就是安排到印尼去服事那我相信也对他的人生当中有一些很好的帮助那我们继续的为我们的回真传道来祷告。好，那我们弟兄姐妹也请注意，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产业部门的报告，就是请大家下楼梯的时候不要再开灯了因为我们已经有脚前的灯，有路上的光了所以就是直接下去就好了，好不好就不要再开灯了就不要再开跟关，就是直接的下楼去。我们有这些的亮光给大家请大家能够来善用。好，那特别请大家注意到我们的我们的60周年的我们的文件，我们收到4月底所以请大家尽快的写我们很难得有60年的这么
长久的时间，我们有60年的时间。将来以后，我们的孩子们，我们以后的后代，他们会看到，在60年教会的60年当中，我们的文笔，我们所写下的一些的内容啊，所以请大家能够尽快的能够来交给我们的办公室来做处理。那我们会有2种方式，一种是用这个叫做手册，我们会给大家有这个叫做手册的这个部分。那当然因为环保的缘故，我们手册的印量不会多，所以我们大概也会使用在现在常常在使用的电子的方式啊，所以我们会给大家有一个 QR code 可以去扫。那所以请大家就是珍惜我们可以使用在写这些文件的内容的当中，求上帝来帮助。那我们明天开始，制服学院已经开始上课了。那台语堂的时候，我特别提到说，我们有机会可以跟人传福音、做见证。好，所以假设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你愿意能够参与在我们的制服学院的班级上面，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有机会混入人群当中，去把福音传给人啊。所以这个让我们可以置入性的行销一下福音啊。那这个制服学院也是可以就是有传福音的这样的机制啊。所以如果有人说，你们为什么可以在班上传福音？那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的规定就是这样啊。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但是我们最需要的是要有福音天使能够进到班上，能够来做这样的一个服事。那也请大家就是在我们的大斋期当中，也请大家就是依照身体的许可的状况，千万不要逞强啊，因为也有很多弟兄姐妹跟牧师反映说我们大斋期一天要禁食1餐，很难过哈。那或者是这个血糖太低啊，那不用担心哈。如果觉得身体不舒服，血糖太低，你照样可以正常的饮食跟进食。那我是说，假设如果你身体上许可的话，让我们能够1天1餐的进食。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机会时间来体会这个受苦的人啊。刚刚慧珍传道也特别提到，在旷野当中，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其实并不是没有，我们还是可以吃得很丰富。但是让我们可以稍事休息一下，有1餐可以就是让自己可以清空肠胃一下，让我们可以有安静的时间祷告求上帝来帮助。那也特别记得我们在就是这些的进食完之后，让我们可以把进食的餐点的费用可以作为这个叫做仁爱捐就是我们可以做仁爱捐款，来协助我们在教会的一些社会关怀的事工所以教会的社会关怀也是靠我们这些在这些的奉献上面来支持。所以为我们的教会的这个社会关怀的事工，能够透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禁食祷告，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奉献，能够来帮助我们教会的一些的社会关怀的工作由上帝来带领以上谢谢。那肢体消息方面，请弟兄姐妹自行参阅作报。弟兄姐妹请起立。3、1，送。我们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为我们所得着的来向你献上感恩，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蒙福的人，也让我们成为给祝福的人。愿你恩待我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送。弟兄姐妹请坐。电乐。我们
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事工来祷告。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请到台前来，牧师要为你们祷告。